气管中间是难度真悬的手术。台病院研究团队发现，讲利用冷冻保存的主动脉来中建气管，病人家己会阁生出新的气管软骨。团队嘛已经完成6例成功案例了。研究团成果嘛，看伫国际期刊，咱做回来了解。 对胸腔外科的医师来讲，中建气管一直是临床上较困难的手术之一。无论是气管生歹物啊，自来就各样，也是严重的伤害。医师称在因为找无稳定个内容代替材料，头壳膜咧烧。台病院研究团队发现讲，透过冷冻保存关键的主动脉，唔但会当用来中建气管，还佫会当互患者生出新的气管的软骨。 主动脉种到气管以后，过了一阵子呢，这个主动脉会逐渐的长得像气管。那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它本来完全不是气管，但为什么会长得像气管呢？那同时之间呢，所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，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研究团队先为兔仔、甲猪等动物的实验开始，再佫走向临床的试验。2021年，团队成功完成亚洲头一个大人临床的试验。有一个血流的患者手术了后，喘气的情形真正常，而且顺利甲呼吸器背起来，恢复日常的生活，买当上班。即马已经完成6例啊！相关研究的成果嘛，刊去国际期刊《生技医疗保健材料》。有一个台风天，有一位加油站的年轻员工。 骑摩托车落下来的电线绕颈，造成很严重的气管伤害。后来我们利用这一个方法帮他完成了，现在又可以回去工作，那是全世界第一个用在重大创伤。研究团队嘛进一步整理，互气管佫生出来3大关键的因素，互临床的知识佫较矫正。虽然手术一届差不多要80万至100万，不过伫临床试验的阶段，患者暂时唔免负担费用。 不过，目前部分手术了后的并发症，甲气管的经验有关系。团队嘛持续咧研究，希望未来会当帮助更较侪患者重新恢复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